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5，用拉书2章7节安尼讲：我的性命强要无去的时，我想起上主。我的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到伫你的面前。三角来祈祷，伫阮性命强要无去，互阮通到你面前祈祷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信实的至高上帝，你是用无比的听来听阮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当阮心灵软弱的时，你的话坚固阮，当阮互重担压伤的时，你的手扶持阮。主啊，阮虽然微小软弱，总是你的怜悯甲疼痛。时刻无离开阮，主啊！你予阮伫绝望中悠然有盼望，伫深渊里悠然有光明。主啊！你无弃杀阮。反倒当用你的疼来引带阮，互阮通进入有你同在的平安。主啊，因为阮的性命强要无去的时，阮想起上主。阮的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到伫你的面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